公司第几代，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4月份就特别起价钱，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物价会尽量放互稳定，也毋过代替高铁甲落客运可能拢会起价。央行先是半买，对买厝立贷款的人来讲，压力有变较大，刷落来细厝的行情可能嘛对得起，厝卡的负担会更较沉重。国民党台北市政府的籍议员陈中文，因为金融监视器的标案砍下乌西，台北地院怀疑伊的串通，所以落尾是裁定羁押禁见。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经济部今仔日开电钱的审议委员会，预计这个调整的幅度是伫11%迄卡刀。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讲，这物价会尽量放互稳定，也毋过代替高铁甲这个国道客运可能拢会起价，会尊重代替，也会持续来推动 T-Pass 月票。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这国道客运底道的开销会互 T-Pass 甲降落来，也若 T-Pass 敢要对咧起价咧，目前是未变动的。4月电价特别调悬，经济部日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行政院同意颁布台电请役，和4月的电价平均的起价幅度差不多调11%，不过也是影响民生物价的起价。外界预测会带来一波起价幅度，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审议的过程会兼顾照顾民生加稳定物价。也对于需要照顾的这一些团体哈，譬如说农渔或者是这一些医疗机构和这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哈等等的教育机构哈需要在补助的地方，我们也会再加以考虑。针对电价调悬，可能会冲击公共运输，亲像代替高铁捷运、国道客运的票价，尤其是代替有28年无起，国道客运原来有18年无起。对这样代志，陈建仁是讲，为着互代替公司化，有更较好的营运，尊重票价调悬。交通部长王国材证实，代替的票价也搁伫议定阶段。国道客运是18年没涨，没有调整。台铁是28年哈，所以也不是因为电价。那台铁现在是还在草泥阶段呢哈。台铁如果调整一样 ，T-Pass 都吸收 ，T-Pass 也不会有调整哈。国道客运也是调悬，王国材讲，底道是由 T-Pass 月票吸收，中长途会做部分调整。若是代替的票价若做有起，底道原来会由 T-Pass 来吸收。那是通勤族所关心的 T-Pass 票价，王国材是讲未变动，补贴的部分由政府动用特别预算来支应。是用特别预算来吸收，这个我们要查一下，怎么会有这笔特别预算？行政单位可以再拨补一些来补充电价，那减缓这个电价的调涨。罗斯堡批评政府一面得起电价，一面搁颁布台电，一只牛放两烟皮。考地价是讲，政府爱加补助，减轻民众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央行先是半买，互各界拢料想未到。学者就分析讲，这就是因为要起电钱的关系，也毋过对这买厝立贷款的人来讲，压力有影是会变较大。业者是表示讲，因为贷款的压力变大，刷落来这细厝的行情可能嘛会对得起，所以厝卡的负担会更较沉重。央行国议成利息半倍，央行总裁杨金龙明确表示，为压制通膨预期，这是合理的决定。不过，对有房贷压力，或者是计划买厝的人来讲，确实够增加压力。暂时都不会考虑啊。要升息就会更不可以买啊。日常开销要省一点，对，不太能够买奢侈品。房地业者分析，若贷款1000万30年还钱。即摆成利息每个月爱加付差不多是600，不过若回溯到2022年初，迄时阵5大行库平均房贷利率是1.378%。若一个月付33930块房贷来讲，经过2年来600成利息，已经到每个月爱付37894块，也就是讲年交加47568块是一笔的负担。
有股衰去生理性效应，也可能反映在税厝的市场。升息之后呢，事实上最直接的影响的反而不是房贷族，会是一些租客。那对于很多的房东，或许会把这些所谓的房贷者增加的成本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应，会比较影响到今年呢，在特别寿险业者他们在这个相对于在购置相关，不管是在厂房、厂办，或者是在办公室大楼等等的这一些的投资标的，它的难度上是增加的。学者是分析，升利息半码对商用不动产市场影响较明显，商办投资意愿可能会降低，不过对一般主题市场实际影响是较小。房市买起未降温，尤其是受半导体题材影响，也会驱动部分地区厝价阁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昨暗要7点的时阵，伫花莲发生规模5.3的地震，这震度上大是4级。伫花莲南投、台中甲宜兰，伫花莲都有民众讲，这地震是先对顶下骹安尼摇，才阁变做正倒平安尼害。也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要往花莲的火车全部拢慢分。镜头又甲真厉害！伫暗6点49分，花莲秀林乡发生规模5.3的地震，全台湾各地拢有感受到。其中花莲南投、台中甲宜兰上大震度4级，而这种上坏的花莲又甲上严重。有人阁听到地牛伫咧吼。2秒钟的地名，突然整个房子在摇。这次摇的是怎么这样的状况？是先跳一下，再左右晃。最近这边地震是不是很多？有，最近比较频繁哦。受地震影响，宜兰到水尾之间各处列车拢有延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报告，震央是伫咧花莲县政府西北边13.2公里，是伫花莲县秀林乡，地震深度20.2公里，是极浅层地震。气象署解释讲，地震主要是因为花莲外海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板块下骹插点落去。地震发生10秒钟了，就对花莲发国家级的警报。北部震度即个1、2级，不过也是感受会到。那特别提到在新北市跟台北市，由于有一些高楼。那高楼在受到这个地震影响之后呢，它的摇晃会特别的显著。附近再无传出严重的灾情。气象署讲，根据统计，这边震央的附近，今年到即马规模5以上的地震总共发生过8遍。另外，这个地区也有真侪小型的地震，估计数落来3天，会有规模4.5到5的地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忠文受人殴杀的案件，即马台北地院是裁定羁押禁见。针对这个民众党批评市政府，其实早就知影预算有问题，还阁甲编入去。即马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跳出来解释讲，伊有尽力去监督，等到是这个监视器的标案，伫伊任内是编4亿外的预算，等到去到蒋万安手里煞变做是5亿外。即马针对这项质疑，蒋万安是回应讲，一切拢有照规定来。经着清晰的3个挂水案，台北市议员陈忠文双手铐手铐去哩犯人车，准备要登记看守所。边啊一个涉嫌甲一个查甫囡仔开虐待死的姓刘的女母，2人意外共镜头。陈忠文涉嫌收警用监视器验者的乌西钱，台北地院第2日裁定羁押禁见。李怎么也表讲，早伫今年年初，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审议的议员就表讲，业者戴志光加慈父议价时阵态度真狭隘。为什么每一年警察局跟台志光在讨论说会趋于这么被动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替代的方案。这样警察同仁私底下跟我讲说，台志光很委婉的讲了一句话，我听了这句话我就火冒三丈他就说，你们市长能不能撑得起3天断讯这什么意思？这是在威胁吗？当时就不应该去成立这一家台志光公司，然后又允诺他那么多长处优惠，这等于是一个马关条约一样。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讲，台志光的背景真黑，批评前台北市长郭文铁早就知影代志真严重，不过也是编误算。郭文铁回击讲，伊伫任内甲误算案是编4.6亿。过2年，蒋万安上任，3号议会误算差变做5.5亿。财团勾结议会，榨取国家钱财，这是台北市政府留下最后一封公文。我编的预算是4.6亿，为什么隔1年
换蒋万安上来的时候，他送到议会的预算是5.5亿，多了9000万。我们都是依法、依规定以及依相关的合约来编列预算，还有包括议会的但书以及设备的增加。国务厅解释讲，加台资方的网络传输契约是伫郝龙斌时代就签的，而且一签就是25年。虽然伊伫年内想要解约，因我对法务局、资讯局所查到的合约的规定，台北市政府无法度解约。迄当阵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力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这减肥的方式是百款，有袂少人为着要紧搁有效，是会家己去买一寡药啊，家己来食。也毋过伫咧高雄，警方所发现讲有一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咖啡包，讲食了人就会瘦，结果煞互人去验着4级的毒品，西部取名。根据这了解，这副作用若准上过严重，人可能就会熊死亡，所以警方是随家业者依法送办。凊彩找面册社群，拢当看到民众以自身经验做广告来卖这款标榜会当散落来的咖啡包。不过警方发现，这个品牌的咖啡包内面验出第4级的毒品西部曲名，有可能是一名张姓嫌犯为马来西亚所买。海关在就是包裹入来的时候，他们就做初验，然后我发现有西部曲名的成分，所以才通报我们去做后续的处置。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有这个成分，那就是被禁止的。政府早伫3当前9月，就甲西部取名列做4级的毒品，因为伊虽然当互人无想要食物件，副作用所有可能引起着死亡。嫌犯涉犯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防移送地检署侦办。你为着减肥，和高龄者嘛，险变成是受害者。你看，这就怪怪的啊！这2个看起来虽然很像同一个人不知道是哪里网络上抓的前镇区这名70几岁的妇人为着要减肥，伫咧面册找到某一位名医有咧卖减肥产品，订了要来汇款，所发现根本是诈骗集团，假做是这个名医来骗着妇女的钱。譬如说，里面含有一些禁药、利尿剂啊等等的，这些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副作用在啦。那这些副作用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可能是已知或者是未知。营养师提醒，要健康减肥，主要还是食较少，加叮当较好。那我靠这唔知影的营养品也是药物，就算有效，嘛可能产生着副作用，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是爱定真。记者王刘婷领交关各报道。伫台中有民众投诉一间连锁的餐厅，讲这饮料啉了的时阵，所发现这个杯底有一只狐神，店家是有随家会室的，佮佮退钱。即卖台中市食安处是讲会前往稽查，若真发现无合格，就会照食安法来佮开罚。民众细看买饮料的杯底，想讲是无啉了的配料，不过详细一看，竟然是一只体型微细的狐神。然后转一圈吗？最好放大。消费者感觉是真无爽快，嘛将影片抛伫咧网络，表示伫这个月14号前往台中这间酸菜鱼连锁餐厅来用餐，而且点了奶茶。不过煞伫啉煞了后，才发现杯底有一只狐神。未少民众嘛留言，伫这间连锁餐厅嘛有类似的经验，表示店家伫台中、台北拢有分店，用餐卫生应该更加提高标准。就会觉得他们的卫生是不好，然后就会觉得很恶心这样，然后看他们怎么补偿吧。你花钱来这边消费，然后它又是家名店，然后里面有这么东西，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业者嘛表示，当下消费者反映了后，除了马上更换以及部分退款的处理，对着消费者的健康状况，嘛继续后续的追踪。那包括在客人结账的时候，我们有做到2次的关心。像厨房的话，我们也是每天早上在准备食材，或者是在开店营业前，我们也都会做一次性的巡检。业者表示，逐工开店之前，除了要求环境的清洁，实在嘛都会经过检验甲详细清洗，确保用餐卫生以及安全性。一个月嘛有专人消毒2摆，嘛会加强清消。而台中市食安处嘛已经接到通报，就会派员来前往稽查。若是确认有违规，就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裁罚。记者台中综合报道。环境的议题，咱要来关心的是中华前顶焚化炉敢会使卖起咧？今仔日环保团体是开环境会议，地点就是建伫咧中华的鹿港，有15个环保团体是先去镇公所来游行，要求政府提案，卖阁互中华的空气品质搁再恶化。我要健康，我要健康。
15个环保团体手举的标语甲各式的道具，设鹿港镇公所游行一链，象征代表制作安全的结界，抵抗整定焚化炉入侵。第21届全国 NGOs 环境会议，22号起2天伫咧中华鹿港举办。环团是特别来声援当地反整定焚化炉抗争，而且强烈批评执政党承诺跳票。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他在选前的时候公开承诺，就是说金鼎焚化厂绝对不会盖。好，他结果就是选后竟然就是并没有就是说要求经济部去撤案。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是认为，全国每年有2000多万吨输入废弃物要气化。中华关最近去予瑞士空气品质追踪业者报告，列为台湾空品上歹的城市，不应该将焚化炉设立伫咧环境生态已经过量的中华。是挑软的吃嘛，要在上边那边设。我是觉得这个设下去的话，未来还是一件一件会来。其实我们废弃物应该要怎么样去减量，怎么样去回收。人是每天都要呼吸的。包括动物、包括养殖业、畜牧业，他们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坚决的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重污染的工业不要再设在彰化县了。反整定焚化炉自救会是感谢各界支持，强调酪农渔者受到空污的影响，部分已经得到呼吸道的疾病，更加让育生率为9.5下降到8成，严重影响产业发展。呼吁政府应该让整定焚化炉撤案，也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记者中华报道。台南市附近外海出现大量蚵仔死亡的状况，民众是出海去收蚵仔的时阵，才发现讲上无有4分之的蚵仔拢已经死去，现场是无看到什么异常的现象，所以渔会甲农业部的水试所是出海去采样，要找出原因。蚵仔汤小小一碗来实在有够赞，不过产地之一的台南南区附近外海，蚵仔最近虽然憋开，包含南区安平区的蚵坪，上无有4分之一的蚵仔憋开，拢变做是空壳。台南市区渔会一直也会同农业部水试所出海采样，找找原因。有采水、采样，然后测深浅，然后还有 pH 值，然后甚至每一个区，我们都给他采集了相关的样品过去，要让他们回去采集这样。不过，伫咧蚵坪无发现到会食蚵仔的蚵类或者是乌鳍，因为蚵仔的鳖壳大部分是伫蚵仔或者是伫咧大的过程当中。不过今年真奇怪的是，蚵仔饲肥了后才鳖开，就渔民认为是安平港伫咧清土沙，才会让水质受到污染。那个渔民的理论是说，底泥被这样子弄被翻过之后，会有那个所谓硫化氢还是说相关的细菌的问题产生，然后导致他们养殖的牡蛎这边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我必须说，这也是推论呐。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我们分别有在南区跟安平区等地了进行这些水质的采集，还有简体的一个采集。那后续的话，我们就希望透过专家学者针对这些情况的部分，帮我们做一些检验希望这个科可爆裂的情况可以不要发生附近海域的年产达蚵仔有16亿，目前估计有4分之一拢憋开死亡。加上进口蚵仔影响，本地饲蚵仔已经挡袂牢。目前相关单位已经采样要找出原因。台南市区渔会也讲，针对蚵农的损失，希望政府会当用专案来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庄围的产园因为这落雨量有较少，所以只通抽这个宜兰河的水来补充水源。也毋过这水源因为是有小可透着海水，所以水质有加较咸，一寡鱼仔全拢安尼死去，而且阁无法度申请天然灾害补助。即马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水利署是打算要伫当地来挖水井，补充恶产的水源。田内面的稻仔仔拢黄去，而且剩无几丛。宜兰总南地区的稻仔田挖宜兰河，因为今年冬天雨量少，灌溉水源无够，农田水利署就抽边的宜兰河水来灌溉。不过河水受到海水灌流的影响，盐化严重，稻仔仔未大甚至大死，影响收成。水沟里面打上来的水都是海水比较多啊，对啊，当然你下去的话，秧苗刚下去，全部都是盐分的话。就是都会这样啊，全部都死掉啊。这地区的农地全部都划为什么呢？农业特定区。这农民也只能靠1年1季的收成，又碰到这样的盐化时候，你知道这些农民如何生存？
因为稻仔受到严害，无法度用天灾来补助，真侪农民的损失只好家己吸收。因讲，中南地区是农业特定区，农民拢靠稻仔一年一季的收成来维持生活。盐化问题已经连续几落冬啊，冬天雨水过少，阁无解决，因实在活不落去。就是讲爱彻底解决这个上游的供水吼，当互下游这农田啊，能够来做一个迄个取水啊，较袂有造成这种每年都造成这种伤害哦。当地我宜兰河的稻仔田差不多30到40公顷，受盐化影响的面积，也可等乡公所统计，结果来争取灾害补助，也会彻底解决灌溉水盐化的问题。希望是能够透过这个如果遇到比较干旱的时候，能够专案的在这边做一个取水井啊。关库讲，农田水利署安装伫咧当地污水井，解决可花时阵灌溉资源无够的问题，避免抽宜兰河的水。公所所部的受灾面积，会协助向农业部争取，看是不是让以其他的需求争取天然灾害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伫宜兰有一间殡仪馆，伊是有家属咧办告别式的时阵来烧金纸，结果这金炉敢若是未堪得温度上悬，全安尼崩起来，红门土角落来去喊到一个13岁的查某囡仔，甲一个64岁的妇人人，这殡葬管理所是讲会负责到底。金炉头前打暂停使用的广告，这是宜兰义山福源。这个金炉是予家属烧纸钱予往生者的。离下昼4点外，敢若是温度伤悬，挡袂牢，厝顶的红门土壁块伫顶头落来，2个人受伤送病院。烧伤去，啊是安怎会去崩起来？无，伊是为烧的时阵啊，全一直升落来。64岁干女士倒脚的脚头骨互落来红门土讲着伤，想着就惊。另外，迄人阵也伫咧现场参加阿祖告别式的13岁查某囡仔，倒边目睭尾被讲着伤，头粉走入去目睭内底。那时候掉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会有进去，所以大部分伤到眼睛啦。员工检查金炉，发现有家属一边放9箱莲花塔入去烧。民众因为烧了大量的莲花座，那莲花座这个数量大概比平常大概多了4-5倍的量之多，那造成我们的金炉它承受不住那个高温，那造成了那个。炉具最上方的一个屋顶的部分爆裂。管理好源的宜兰殡葬管理所表示，会负责医疗赔偿的责任，同时也会全面检查园区内面其他的金炉，修理也有提升当管温的程度。记者综合报道。爱为网络内容防护机构认为讲线顶有一寡内容去牵涉到离校性剥削的问题，所以要求部分平台爱落架。也若这剥削的内容，敢会当管到一寡网架顶头咧？即马卫福部开会是决议由地方的主管机关来认定。伫网络平台有民众打文，讲起爱允通知打虚拟疑校性私密影像，要求爱落来。类似事件引起网络的论战，到底疑似原动漫游戏的虚拟人物是毋是受到管制？伫公共政策平台提案，得到超过5000份复议，卫福部嘛依照规定开会讨论。在实务上，我们也的确看到成年人在性侵小孩之前，给他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降低小孩的戒心对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敏感。法要规范的不是所有所谓2次元的作品，而是特别针对描绘儿童性行为或者是性侵害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卫福部2日邀集动漫界、网络平台专家学者这单位讨论，初步的结论认为，创作自由爱注重儿少权益，法律的规范有伊的必要，认定标准爱更加具体。若是毋是违规，会先依自律，再个由主管机关认定是毋是爱用依度的方式来进行。不过，动漫工会拒绝为这种的内容背书。我们至今创作到现在，并没有任何因此而发生真的去危害道德上权这个事情的各方面的证据，或者是说立法的说法都是欠缺的，然后甚至于说它跟犯罪直接连接也几乎没有啊。如果他走到后面的话，他势必就是会不断的去限缩创作者能够做到的东西，思想跟言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审查的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工会认为，这个会议只是各方表达意见，并不是完全有共识。文化部是表示，在保护儿少权益的同时，也必须保障创作自由。
啊，不过这两个中央到底安怎得到共识甲平衡，也需要更加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又过来调查台湾啊！即马国防部是侦测到36架军机飞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的空域，这数量是创下今年上悬的纪录。立委上任的赖清德表示讲，会利用这段时间来掌握国防甲国安相关的事务，下晡也会去南部的空防基地来视察。中军继续将台国防部自治公布查到36架次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创今年新高的纪录。尤其为一暗时到中共苏凯3空、运八甲无人机等国型主副战机20架次出海活动9架次，超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台湾北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强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的警戒，并且减派了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因应强风威胁，国军也加强战备，各自两栖巡弩、运输舰、玉山舰，军力6月成军了后，海军要求最近完成环岛7项任务。日透早靠伫花莲港，也互人看到载军雄击飞弹的画面，士兵严正支援东部作战能力。尤其最近，中国一个调训3海联勤，伫东海、大海甲南海进行海上斗争，增加对台湾的复合性威胁。它有可能会是它的海上民兵做先锋，海警在中间，最后是海军来做后盾。那类似的状况也会放到空中，有可能它会进行一些海空的联合操演，甚至是解放军经常中共会说的一个军警民3方的联合演习。5日空特别教会尊总统赖清德启动新来新政，稳健接棒产业交流活动，第2站到家己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巡视。赖清德强调，国防经济是支持国家发展的2个指条，也善用这段时间，赶紧掌握国防甲国安相关的事务。这包括在府内一连串的交接工作，或者是在府外。今天下午我也会到南部空防基地来进行示导的工作。业者表示，无人机在无对称作战当中扮演关键角色，希望新政府应继续挹注资源，鼓励业者提高技术，进一步壮大国防实力，也建议应投资海域无人艇，善用台湾的自通性甲地理优势。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社会大众了解白色恐怖甲维权，真济公民团体甲政治受难者是组织的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筹备委员会。昨总统蔡英文是指示国部会要来研议听书，上紧会伫今年5月19来成立。1949年5月19，国民政府发布戒严令了后的43年，就是白色恐怖时期，有侪政治受难者和家属长期受到人权的迫害，对台湾的民主发展造成正深的影响。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和其他公民团体甲政治受难者组成筹备委员会，要推动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蔡总统第2日接见委员会，嘛指示各部会共同研议听书。我会请行政部门依照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仔细研议，也期待各位我们前辈持续的提供宝贵的意见。蔡总统肯定白色恐怖记忆日的倡议，嘛希望下一代唔通袂记得这段维权的创伤和民主前辈的奋斗。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新历记忆日的时间，若根据蔡总统和各部会回应，要看行政程序紧也慢，上紧会伫今年5月19，蔡总统任期内就会成立。我甲总统伊嘛乐观其成的原因，就是讲伊针对这转型正义的这个活动，伊是在白色恐怖，伊感觉这真有意义。定数较紧吼，今年519就成立，成立政府共款，伊用8以上活动来推上相关的这个纪念的活动。公民团体强调，因希望成立记忆日，除了是互政治受难者和家属一个互相安慰的日子，嘛是希望台湾袂当阁有迫害人权的代志发生。因希望社会严肃看待这个记忆日，政府嘛要深化历史和人权教育。公民团体也会定期举办各种活动，让大众了解白色恐怖。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香港的立法会通过《基本法》第23条，未来若准讲在台湾人入境香港，手机内底有批评中国的信息，是也有可能会真多的。伫台湾的香港人就出面来抗议，讲这执法的界线是无清无楚，任何人拢有可能会犯法。
也让我们这个民众要非常小心了哈。真的有类似的行为，我是觉得民众就不要去了。呼吁国人莫阁去香港，因为香港立法会19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也就是基本法第23条立法。23正式有效了后，除了更加限缩香港人的自由甲人权，例如台湾人入境香港，手机内底有批评中国政经情势消息，也有可能诬告有罪。对台湾的香港人出面提出沉痛的抗议。我想起到香港的朋友。他们的情况真是很辛苦哦。早前香港已经有独立书店被查水标，明天之后很可能就是被警察上门搜查，然后就是要面对如入之灾。我做艺术的找不到红线在那，23条通过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创作自由、言论自由。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说我对香港的感受而已。但他们还是要一步一步剥夺我们的自由。条文中列出法则，叛国甲叛乱相关会当处无期徒刑，间谍罪会当判20年，非法公布政府机密相当会当关10年。啊，不过相关罪行的定义无明确，执法的界线也无明，互台湾的香港人难免的烦恼。条文细节其实都是非常的模糊的，域外的这个效力，其实任何人在任何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可能会犯世界罪的。台湾政府可以让就是抗争者，而且受集权压迫的政治迫害者，在台湾有一个安心立命的一个地方。最近伫欧洲议会大楼前，采一个本来是放伫香港大学内纪念中国六四事件受难者港版的国殞字条，现场阁播放反送中运动代表歌，愿英光归香港。创作者、单面艺术家顾志华伊讲，这种的展示是予中国强烈的信号，甲中国讲因的心渣伫欧洲无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这罗西亚3月2日是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射出31粒飞弹，加载拢互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甲拍落来。也毋过，这飞弹的碎片煞落落来去击到楼仔厝，拢总有13个人受伤。空袭警报响了差不多3点钟，俄罗斯射过来飞弹，甲基辅的天顶照甲光影影。乌克兰官员讲，31粒射过来飞弹拢互防空系统挡来，但是飞弹全体射来了，又按讲到建筑物10几个人受伤，包括3000个囡仔在内，大约25000人秘伫咧地铁避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访问基辅，人才拄走，俄罗斯飞弹就射过来。乌克兰这么正欠武器。The existing air defense systems are not enough to protect our entire territory from Russian terror. Ukrainians need to see the EU getting closer. 民众看到大包细包伫封锁线外口，看到家己被摧毁的厝，建筑物的破裂规拢震碎，土家这坑正大坑。І просто вибуховою хвилею вибило всі вікна в будинку з тієї сторони, де це сталося. 基辅被攻击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讲，要用同款手段报复乌克兰最近对俄罗斯边境贝尔格罗德的空袭。Конечно, мы можем ответить тем же можем ответить. И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и по всем другим объектам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по которым противник наносит удар. 欧盟各国领导人2月伫布鲁塞尔一场峰会，正考虑用新的方式协助提高生产武器弹药的量。俄罗斯目前将注意力拢转到乌克兰其他城市，用无人机甲导弹上准这款目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标准举办全国第1届这个核能峰会，有35国的代表来参加。这个领袖是共同声明，要来起新的核电厂。当然，欧盟这态度嘛是真开放。也毋过，伫场外煞有一个环保团体是大声呼吁，应该爱开发再生能源才对。世界各国领袖甲代表来到峰会现场。第1届核能峰会2月伫咧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来自全世界35个国家的领导人甲代表团参加。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伫主持会议时阵讲，将会尽全力促进核能的贡献。欧盟也对核能持开放的态度。Extending the safe operation of today's nuclear fleet is one of the cheapest ways to secure clean power at scale, so it can help pave a cost-effective path to net zero.
法国除了要起核电厂来达到减碳的目标，也可透过现有的核电厂加国防部合作，启动产业生产新周期，来生产核武一定会用到的关键材料。也毋过有环保人士伫咧峰会外口示威，呼吁爱关心再生能源，临时重启核能。Nuclear energy is a fairy tale. It's not going to save the climate. What is going on here is the relaunch of the nuclear industry, and it's not about saving the climate. 事实上，欧盟伫咧推测核能依然有无同的意见。法国带头的阵营主张国建核电的重要性。另外一派反对的奥地利加德国是将重点放伫咧再生能源，譬如讲风力加太阳能发电。德国伫日本福岛核灾了，就开始慢慢废除核电厂，去年关闭最后3座反应炉，所以并无参加这边的峰会。但是，伫俄乌战争了后，能源继续一直欠悬，国内反对党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核电。Aus heutiger Sicht sind wir in der falschen Reihenfolge ausgestiegen. Wir hätten zuerst aus der Kohleenergie aussteigen sollen, dann aus der Kernenergie. Das wäre zum Erreichen der Klimaziele für Klimaneutralität der deutlich bessere Weg. 去年底，全世界22个国家伫咧 COP28 联合国气候峰会共同签署倡议，承诺要伫咧2050年之前，将核能发电提悬3倍，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真侪国家认为，利用少碳核电，才有法度达到减碳目标，避免气候危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美国政府甲苹果公司告，这已经是因第3届来指控苹果公司所做的手机iPhone 是违法来打压其他的对手，规个市场因全部拢想要甲冷起来。消息一日出来，这苹果公司的股价是随盘4%。3月2日，美国司法部甲10个州和地区检察长对苹果提起诉讼，指控这间 iPhone 制造商独占智慧手机的市场，伤害较细间的竞争对手，也有曲关计效，提出苹果公司所采取的反竞争措施，包括苹果限制第三方数位钱包，也有减弱唔是苹果制造的智慧手表的功能，甲有广泛功能的应用程式关起来，压制行动云端串流服务等等。根据媒体报道，苹果应用商店嘛可能加做诉讼的一部分。这站是美国司法部伫过去14天来第3摆起诉苹果违反竞争法，不过却是第1摆指控苹果非法维持市场主导地位的案件。Apple charges as much as nearly $1,600 for an iPhone. But as our complaint alleges, Apple has maintained monopoly power in the smartphone market not simply by staying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but by violating federal antitrust law. Consumers should not have to pay higher prices because companies break the law. 消息传出来了后，苹果股价利益落4.1%，来到171.37美金。苹果今年利率是落到11%。也针对这件案件，苹果否认美国政府的指控，并且表示讲诉讼若是成功，会阻碍苹果为消费者提供软硬体甲服务的技术能力，扩大政府控制科技发展的力量。事实上，司法部已经起诉Google独占，也联邦贸易委员会嘛针对竞争法起诉 Meta 平台甲亚马逊。I don't want to say this, but I think part of this is political. I think before the election comes up, they want to have a case almost agains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major technology companies. 有消费者认为讲苹果是要趁钱，若无介意会当卖买。不过嘛有人认为讲手机遮尼贵有够咸，也这阵诉讼若是成功，可能会致使苹果面临大笔的罚款，并且改变因的商业模式。另外一方面，2日暗时，苹果上海静安零售店开幕，执行长库克是亲身迎接支持者，现场热闹滚滚。静安零售店是规模排伫咧纽约全球苹果专卖店，全球第2大，亚洲排第1。公司新闻新六八编译。在地消息来关心苗栗白沙屯景田宫妈祖进香，今仔日是第5天。昨昏是对中华丽水去到温林的拿来，今仔日透早5点，搁再起价，经过斗六派出所甲医院等等，早起是歇伫咧温林县政府。这路线甲英国无啥共款，沿路的民众也虔诚求平安。白沙屯妈的乱叫，入去到云林县府的亲民大厅，县府的人员甲民众拢大力拍扑欢迎。苗栗白沙屯妈北港进香来到第5天，2日透早为斗六流中的福德宫起驾，沿路停驾伫斗六派出所、医院、火车头。这届是头一届停驾伫云林县府。我们希望妈祖她的庇佑，可以让我们云林县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乡亲都得到最好的照顾。是3、4次了，那这一次是第一次跟着妈祖，就是从白沙屯一路走到现在，走到县政府。官府表示，今年行沙线会当讲是打破因过纪录，因为去年白沙屯马嘛是行彰化社头二水，不过伫中分大桥进前煞雄正月入去落水溪北边的产业道路，落尾是为西螺入去到云林。安那211是头一届行中分大桥，为哪来入去云林关，会当讲是真罕你看。最感动的吼，阮感动的，阮哪来人的福气啊！阮哪来人等一天已经等200年啊！这届第一次写历史。OK， 旧年到遐了，搁考一遍的，到遐过。啊，旧年有感觉可惜的无？啊，这届有有这过了，你讲我大家感觉足幸福。来到云林那来到六甲到南市区，民众是拢排队免软脚卡。白沙屯马北港进香是目前国内各地头的马祖进香行上远的。来回大概爱300多公里，今年拢总到100暝，按算23中昼会到北港的朝天宫。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要坐高雄轻铁的人就要注意啊！即马有民众反映讲，若准你是摕悠游卡去坐轻铁，出入拢一定爱录卡片，若无这卡片就会封锁起来，连火车参捷运拢袂当坐。高雄轻铁因为收费免满过路，就落车拢爱伫外地录卡收费。若是袂记伫录卡，票卡就会封锁掉。锁掉票卡，敢会当坐其他交通工具呢？有民众就发现讲，摕悠游卡坐轻铁无设置封锁卡，煞袂当坐火车甲高雄捷运。若是一卡通就会使。实际问民众，大家拢唔知影两张卡若是封锁卡有啥物差别，认为应该爱加强宣导。一卡通安尼比悠游卡更较好啦，我是感觉安尼。如果悠游卡被锁卡的话，然后其他都不能搭，那如果一卡通都是被锁卡还可以搭捷运的话，我觉得这比较方便。或许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宣导一下，或是再贴一些公告，然后告诉一下民众该怎么去处理这些方法。目前悠游卡甲一卡通总共已经发出2亿多张。一卡通的公司表示讲，因为2间公司设计本地就无共款，若是一卡通封锁卡，摕卡去坐高雄捷运甲台铁是无影响。毋过若是悠游卡，敢会当坐台北捷运尔。而且民众爱去轻铁站改卡，才会当继续使用。不管是高雄轻轨、高雄捷运，或是台铁，其实都是我们配合的特约机构。那不管是在营运规则，或是说在合约，或是说交易的一些资安上面，我们其实都是对应主管机关这边合法合规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流程设计。所以其实在各个运具或是说服务通路上面，都有对立的独立性、独立的运作。国际公司提醒，若是民众坐轻铁卡封锁掉，搁去轻铁站撸一摆，国际公司也伫6个捷运站设轻铁改卡的机器，方便民众使用。记者钟义辉、顾昭勇高雄报道。花莲的水尾车站昨下晡有部分所在凹落去，这后夜停车坪是凹一空，深度有2米半，加在是无人受伤。这台铁初步判断，可能就是停车场下骹的管线去漏水，毋才会造成意外。目前已经灌浆，重新铺好平。路边出现一个大坑，整个拢凹入去，四周边的路敢若是相当规拢凹落去。花莲的水尾车站。离下到1点外，有部分路边突然间凹落去。我们厂商现在他们怪手已经在来的路上，然后我们会盖一个铁板在这里。车站后边的停车棚出现一个大坑，1公尺长，2公尺宽，深度约2公尺半。相关人员接到报案，随赶到现场处理。现场有停真侪台轿车、机车甲脚踏车，惊讲坐车的民众看车停车时阵无注意，需求封锁线警戒，避免可发生意外。拉了警示带，以及将在上方的车辆先行移除，勘查的结果疑似是管线问题。那我们后续会紧急在今天晚上就紧急做回填的动作，那避免那个灾情再扩大。第二初步判定，停车场是铺高压砖，下骹拢是管线，管线正复杂，敢若是管线漏水了，慢慢落落去，上尾也煞变做一个大坑。目前已经灌浆顶铺。估计伫22早起就能完成。好在这件事故无造成另外的伤亡。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去年这交通事故是有40多万件，其中18到24岁因为机车事故死伤的都有10万多人。为着要来减少少年人骑车出车祸的风险，台东县是补助1000块的考驾照的费用，也毋过民众参加意愿无遐尼啊悬。要考机车驾照，第一关就要先去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先了解机车上路会拄到的状况。通过笔试了后，阁要经过术考的考试，完成基本道路驾驶，才会当摕到驾照。交通部为108年就开始推广考驾照进前要去上机车驾驶训练。不过台东监理站去年有要2000人去考驾照，煞无到200个人参加过驾训班。今年到当是阁较少，敢若3个人报名。参加考驾照的高中毕业生就认为，台东的机车驾训班伫咧治本上过远啊，无时间参加，家己练练的就好啊。我本人是没有去上，因为时间不方便。台东监理站表示，根据统计，有参加过驾训班的人去考到机车驾照了后，引发车祸的风险会降低36%。也若台东的民众认为驾训班有较项的问题，除了政府会补助1300块以外，阁有县府补助的1000块。民众实际上只要负担1300块，就会当上机车驾训班考驾照，而且阁提供10万块的奖品会当来抽奖，希望民众会当加报名驾训班。还有包含有机车啊，全年礼券啊，然后还有就是有台东限定的一个行车记录器的一个抽奖。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啦，就让这个新一代去加强这一些道路使用这些条例跟安全的知识。另外，台东县会当考驾照的人，也就是满18岁到24岁少年人是愈来愈少，驾训班嘛愈来愈少招生。不过，台东监理站表示，会搁入去校园推广考驾照训练甲考试，希望会当予学生就近上课，有充分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考驾照上路了后，就会当降低事故发生。记者台东报道。高雄有一个传统的大菜市，这附近是真歹停车，去年违规的就超过1000件，这也影响到民众来买菜的意愿。有真侪贩仔拢表示讲，这生意是愈来愈歹做。高雄真金市场透早拢有民众来买菜，不管是乌多摆也是汽车，大家拢违规停伫红线。为少人为着方便，赶紧落车买的人就紧走。摊商表示，最近因为警察每1点钟就会来开单，为种人客感觉无方便，就无买来啊。生意是落到剩到2成，因怨叹生意歹做。下面骑车敢若会晓开车，啊，就遮拢停的人就拖伊啊。即马无拖，伊嘛甲你搭单爱罚钱。春桥2成尔呢。即马就拢无生意啊。要方便啊，买一个菜就随走啊。基本上，大家违停的机会会较大啊。真金市场过去有停车场，为前年拆除起大楼了后，赛车来买菜民众就常常违停。根据交通大队统计，毋若真金市场，包括内围市场、自由黄昏市场、股票市场。去年甲今年违规停车案件拢超过1000件，民众讲，大家拢会贪着方便，买就随走。会家车停伫停车场的民众也是少数。高大表示，因也是会以劝导民众为主。一定爱守法的啦，因为法规就伫个放伫头前，啊，咱守法是对咱家己好，嘛对一般的民众迄个安全嘛是有好的。附近有停车场，也是有停车格啊，就是把车停好好。而且我嘛建议你较少人来，嘛当坐公车，也是骑 U-Bike， 这拢是足适当的方式。针对传统市场违停的状况，交通局表示，伫真金市场周边300公尺有881架车位，路边阁有102架。未来建议找适当的空间设停车位，呼吁民众应该爱守法停车。记者钟义辉、傅昭勇高雄报道。伫红头树的原住民有一种传统文化，号做拍扑啊歌会，也就是少年人伫咧传统建筑内底演唱甲社交。也毋过，即马即款歌谣咧要失传，所以台湾时代参原住民合作是重新要甲即个拍扑啊歌会文化，搁再找倒转来。
雅美族人穿传统服装伫台顶表演。这条歌是描写天拍普光的时，做伙迎接天光的画面。这款表演方式是雅美族特别消失的文化遗产拍婆仔歌会，是传统雅美族人社交的方式。即马参台书台合作，重新复振传统文化。拍手歌会的词是古调的，所以我们讲的文言文，所以很难懂。那我们比较年长的就教这些年轻的人那个歌词，它其实需要很长很长的气去演唱，而且它这个演唱的很长的气呢，还需要有一些颤动，不是像我们了解的很多其他歌谣很快的能朗朗上口，这个是难度非常高。愈育受教授解说，传统拍婆仔歌会是少年人会伫传统建筑歌乐嘛甲人演唱，但是过去政府推出国民主体，这个传统建筑拢互拆掉，也因为社会结构改变，少年人拢到台湾本岛趁钱，造成拍婆仔歌会无所在通唱，也无人会晓唱。今麦有机会重新传唱，参与成员上少年的是一个27岁的族人。文化认同是现在原住民很重要的议题。那我觉得认同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足够认识自己。每一个文化学习就是会让我更加就是有动力去做这样的学习。苏代表示，原底有34个成员参与拍婆仔歌会的复振计划，但是要重新唱出这款古调，唔但爱请教当地老大人，也爱去理解古早的用词。学到尾仔，剩13个团员完成学习。伫拜六，因就要伫苏台音乐节向外界表现因的成果。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另外，为着要让更较侪人去接触到台湾传统艺术加现代剧，棉花园总团是甲立功剧团来合作，甲创新元素加入去舞台内底，让观众朋友会当看到无同类型的戏出。转身站好，收身，移交点冲。这是立功剧团用舞台剧搬出台湾部合作家段彩华短篇小说《阿盖》的舞台剧。你想错了，舞台雄雄射平为歌仔戏后台变前台，这是歌仔戏团棉花园戏剧总团用歌仔戏结合台湾文学红星书作品线戏的舞台剧。今麦两个剧团下界合作，不只是做伙卖票，也帮观众互相交流。我们这次其实是文学跟现代剧遇到了戏中戏、耍戏，那刚好跟我们押界里面的戏现代剧是非常的吻合，都是文学跨界。因为我们两团的观众其实有时候是重叠的。是对，因为会看歌仔戏的来看立光的戏应该没问题，因为立光的戏里面其实很多本土的元素在里面。互介意歌仔戏的人通入捌舞台剧，也互舞台剧的观众有接触歌仔戏的机会。这两大剧团也望讲，未来会使以台湾本合作基础，创作新的艺术风调。我们在刷语里面有提到，能够留下来的，才以后我们就会说它是传统，所以能够存活下来的是传统。任何表演工作者或表演团体，他在经历过所有的磨难之后，我觉得他能够存在，一定有它的必然价值。两个剧团也表示，未来会搭配合作，棉花园演员到立功搬舞台剧，立功演员到棉花园搬歌仔戏，望互观众有新的看戏体验。记者讲郑准由台北报道。生态的大海现在发现这个味道的专家是发现古早时一种新的正水的海猪仔，这种海猪仔是出现伫1600万年前，身长有3米遐尔长，这也是 Amazon 河流目前发现体型上大的海猪仔。古生物学家20对外展示伊上新的发现，也就是古早时代的淡水海猪化石，包括真大粒的头壳骨、甲部分分属的骨头，而且以秘鲁行为当中的水怪来给伊号名。Hoy día nace un nuevo animal fósil de nuestro Perú. Se va a llamar Pevanista yacuruna. 古生物学家表示，这种海猪分属长有3公尺至3公尺半，1600万年前捌生活伫亚马逊河的水穴。互人感觉意外的是，伊的上近亲并不是目前要存活伫亚马逊河的粉红海猪，是伫1万公里以外印度恒河淡水海猪。Los ancestros del pevanista y del platanista de la Amazonía y del platanista de Asia, vivían en el océano.
y esto les permitió ocupar grandes espacios marinos, tanto en el cercano a las costas de la India como a las costas sudamericanas. Estos animales ocuparon los ambientes de agua dulce, tanto en la Amazonía como en la India. Lamentablemente en la Amazonía se extinguieron, en la India sobrevivieron hasta nuestros días. 专家讲，古早时代海底可能为着要找食的，为海洋修起河川，推论这届出土海底的化石是亚马逊河前较大，发现体型上介大的淡水海底。目前淡水海底拢面临极大的危机，就是污染甲过度开发，互因就要绝种。因为另外一个研究团队去年慢公布，因伫个秘鲁找到已经断种古早时代海洋机上秘鲁种的化石，估计体重有甲340吨，可能是有史以来体重上介重的动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拢真稳定，日时是淡薄仔小落，也若早暗时会加较凉冷。今仔日北部甲东部这高温有24到26度，也若中南部是26到28度，西部的山区是可能会落湿雨，也若下半部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20度到26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是24到31度，东部地区是22到26度。外岛地区17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总预算520亿的文化币，今年上台成发放，文化部讲目